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4次临时会第1次听取委员会，伫个召集人区里里议长的主持，包括委员、副议长林志等、议员蔡玉辉、李中琴、沈振东、李宗翰、甲李宗林等议员出席。李市府则是由副市长叶铁山、甲秘书长方进成带领相关的局处首长来列席。经过听取委员的讨论，会中通过这届第4次临时会，将伫个12月12到21来召开。议事日程的草案将提请大会来审议。而这届临时会主要接续审议113年度台南市总预算甲附属单位的预算案。另外，因为中央机关伫个11月份也阁送了真侪具有时效的补助款案，而且经过市政会议的通过，因此市府伫个这届听取委员会嘛提出27件的电付款案，总金额5亿3000多万，全部提请大会来审议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